吧，闪开！闪开！闪开！上！哎，你们干什么呢？为什么不排队？瞎了你的狗眼！老子是谁不知道吗？将军，今日大王有令，任何人出入咸阳城都当接受盘查。这咸阳城就是老子带人拿下的，你们大王的王位也是我等拿性命换来的。你说，该查不该查？啊！将军，将军，军命难违。闪开！将军，闪开！跟我来！是。闪开！敢挡老子的道！胡威将军，蒙将军，我等都是大秦命官，既然拿着朝廷的俸禄，就该按照大秦法度办事。一渠将士不在军营之内，就要遵守大秦律法，任何人不得违背。更何况，今日情况特殊，要缉拿要犯。我虎威已经出了大营，来到了咸阳城。蒙将军，你说这些废话什么意思？想打架呀？来呀！你们想干什么？持械私斗，都不想活了？收起来！放行！进城！雍大人，那些义渠人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大秦法度，飞扬跋扈，出言无状。若不加以约束，任其放纵，只怕会被别人效仿，同恶相济。长此以往，这咸阳城内的治安将难以维持啊！宫中传来消息，说王后即将生产，大王情绪焦虑，太后呢又政务繁杂。这义渠人的事情也是棘手的，只好先往下压一压，等我择机再向太后禀报此事。公元前284年，燕、秦、赵、韩、魏五国伐齐，连下齐国70余城，势如破竹。联军攻入临淄，齐王被杀。齐国除了莒和即墨2座孤城，国土尽丧。各位爱卿，齐国亡了。恭喜太后，恭喜大王！分这么点儿，哪够我们用的？就是。这次讨伐，朝廷论功行赏，该封的封，该赏的赏，唯独落下咱们一局。太后不是赏了我们金玉器吗？还有酒水、腌肉，还赏给咱们大王4座城池呢。酒来了！你们2个小子，是不是在咸阳城娶了媳妇儿，成了家，这胳膊肘就往外拐，替秦人说话？看清楚点，这是咸阳城，义渠草原才是你们的家呢。这些年，咱们义渠多少兄弟都在这儿成了家，谁能分得那么清楚啊？老子就分得清楚，朝廷就赐这么点东西给咱们，打发他娘的要饭的呢！咱们这些年为大秦拿下了多少城池？且不说这次伐齐，上次攻打韩国、魏国，咱们义渠兵马可是立下了大功啊！哼，我看那魏然当了国相，摆起是大良造。嘿嘿，就连那没打过几次仗的闵荣都是华阳军，又封了个新城君。咱们有什么呀？啊，有什么？有个屁！对呀，卖命的时候想着我们，等到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把我们撂到最后。怎么我们的脑袋比别人的便宜啊？对，这太后待人有厚有薄啊，不公平！这他娘的是酒吗？都酸了，拿着麻将糊弄老子！娘的！哼！将军，你消消气儿，我到咸阳城再给你弄点好酒好肉来啊！将军，
现成的吗？哎，站住！哎，将军，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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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停车！站住！站住！你们这是去哪儿啊？这是太后犒劳新成军手下将士的酒水和腌肉。什么新成军？不就是米荣那小子吗？哎，你们不行，滚开！啊！将军不可，将军，哎，好酒，这才是好酒呢。哥儿几个，哎，把这酒都弄咱们一曲大营去。好，快！将军不可，闪开，闪开！你爷爷撕巴了你！走走！帮帮忙，将军，是，快走，把我拉走！哎，公开滋事，竟然强行夺取朝廷劳军的车马，简直是目无王法！我看此事，你可以这么办：你去找米荣将军，随他一起去宫里向大王禀报。米荣将军，对呀，他们抢的不是太后犒劳给米荣将军的酒水和腌肉吗？哎，您看看，多好啊！好啊！就这2张狼皮，别的没有了。哎，你等等，你别走，你就拿这2张臭烘烘的狼皮来换我这锦缎，这不行啊！我这锦缎很贵的。什么贵？2张狼皮换1匹锦缎，在我们草原都是这么换的。哎，我说你个奸商，你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打你啊！哎，你别走！谁怕你啊？这是咸阳，不是你们义渠，这里可是讲秦法的地方，不给钱休想拿走我们的锦缎！哎，你个臭娘们儿！将军，这俩人蛮横不讲理，咱不要了。这是咸阳城，钱早都货不讲理，这看来不起。你别走！你把我锦缎弄破了！你分明是有意把我的锦缎弄破了！你赔我钱！赔我钱呢！你这奸商故意损坏锦缎，想讹诈我们！别看我们将军老实，就可真有你们讹诈！听见没有？不是，你别走！走啊！赔钱！不撒！撒不撒？不撒！不赔钱！赔钱！赔我的钱！赔我的锦缎！你们不想赔钱！还敢在关中门前出城赔钱呢你！撒手！你别走！别走！赔钱呐！赔钱！走开！别走！别走！人就出事了！哎！走！怎么了？怎么了？快起来呀！你没事吧？杀人了！杀人了！一群人杀人了！走！快点！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别动！别动！大王有令，不管何人触犯秦法，一律依法严办。各位将军，走吧。上来！义渠君有事找寡人，不错。何事？我手下有几个将士，在街市上误伤了人，被廷尉抓走了。其中有个上将军叫虎威，你知道，他是我义渠的勇士，战功累累。我刚刚派人去接，廷尉不肯放人，说这都是你的吩咐。虎威等人违法乱纪，在秦国之内，任何人都要遵守秦法，就算是寡人身边的人，也不例外。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了，以往犯了过错，大营派去接人，只要交了赎金，便可无事。为何这次不放人？莫非你是故意为难我？若只是普通的惹是生非，自然交了赎金便可。可虎威
在街市上强买强卖，商家不从便伤人致死，寡人只能依照大秦的法度行事。哼，好，我今日倒要听听你如何行事啊！杀人偿命，偿命！一个街边的小贩，怎么可能让我义渠的勇士去为他抵命呢？不管任何人，都是我大秦的子民。寡人身为秦王，就要为他们做主。看来你是不肯放人了。不错，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大秦的律法。刚长毛的小狗崽子就要呲牙了。听好了，我是看在你母后的份上，我才对你容忍再三。你不要得寸进尺，寡人才是看在母后的份上，对你再三容忍。你可明白，这里是大秦，不是义渠，这里我说了才算。虎威触犯秦法，他是死定了。寡人即刻下旨，让廷尉府议罪。说了算，你以为你是谁呀？是我让你做了这个秦王，你才能做这个秦王。如果我说个不字，你立刻就得从这个王位上给我滚下去。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乃嬴氏王族，继承祖业，岂是要你的允许？继承祖业，继承祖业，这才是天大的笑话！是我这个继父鼎力相助，才把你送上王位。如果没有我，你都不知道你祖宗是谁！放肆！我生父乃先惠文王，一个夷狄之辈，也敢自称为父？我与你母后拜过长生天，祭过祖宗，成过亲。你母后嫁我为父，我们自然是一家人。你这些年，我真的是有心把你当成家人，视为己出。可惜呀，你是个养不熟的畜生。既然你视我为外人，我也不想与你亲近。你想从我们这个家里走出去？好，那就各立各的营帐吧。你的家，嫁你为父，你疯了吗你？不信你去问问你母后啊！你。我们在楚国的探报还说，芈衡听信晋上等人的谗言，不顾黄歇的劝阻，再一次流放了屈子。眼下，楚国已派使臣来到咸阳。母后，继儿，怎么了？你们都先退下吧。是。怎么了，继儿？母后，你和义渠君他……义渠君如何？您是父王的妃子，大秦的太后。可那个戎狄蛮子，他竟敢说你已经跟他拜过祖先，正式嫁他为妇。哎，你这么着急赶过来，我还当是发生什么事了呢。坐下说吧。母后，先喝口水。母后，您说呀。我和义渠君的确举行过义渠的婚礼。可您是秦国的太后啊！我知道，世人眼中太后可以养男宠，却不可以再嫁人，所以我也没打算昭示天下。那你为什么非要与他正式婚嫁？因为那时我有了福儿。我不想让福儿做私生子，另外，我也想有个家。就是因为这个？对，就这么简单。可他不这么想。那个戎狄蛮子因为你嫁给他，
便把整个大秦也看作是他的囊中之物。不会，他不过是跟你说说气话罢了。母后，姬儿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您这是因小失大。那依你看，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母后，您不是普通的妇人，您是大秦的太后，您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可母亲想要的东西，却是可望不可及。您说什么？可望不可及？您一直想要的，不就是天下吗？有一日，王儿定将整个天下亲手献于母后。看来，你的确是不明白。走，母亲带你去个地方。原来这个院子竟如此局促，可不是吗？转眼这都快20年了。这里面怎么会如此昏暗？粗鲁。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母亲刚进秦宫时的家。后来母亲有了身孕，你父王就要母亲从这里搬出去了。这里这么局促狭小，怎好住人？我与你冉舅舅、奎婆婆，还有香儿、慧儿，我们就住在这儿。我们一无所有，却很温馨。秦宫里有的是宽屋大厦，母后为何要住在这么僻静狭小的院落里呢？因为母亲并不想过宫里人的日子。我原本打算着，有朝一日要轻轻松松地出宫，做个无牵无挂的人。出宫？对母亲来讲，无论是清贫还是富贵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一个疼自己、疼孩儿的夫君。难道父王不是母后的意中人？进了秦宫，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但母亲的确是因为有了你，才决定留在这后宫当中的。那母后究竟属于何人？皇歇？皇叔父可是母后的情之所钟。你皇叔父，论情，子歇该是母亲终身的心上人。但母亲与他发之于情，止乎于理。如今，他只是母亲的至亲。可不管是谁，都不该是那个义渠君。母后为何会倾心于那个戎狄蛮子？义渠君是个好男人，有情有义，侠骨柔肠。错不在义渠君，那错在谁？难道错在母后？母亲也没错，错就错在母亲的身份。这身份让母亲想做一个普通女子而不能。继儿，这些你都懂吗？孩儿不懂。你没有经历过母亲的遭际，自然不会懂母亲。你若要责怪，就怪母亲做了太后，仍难舍一个普通女子的初衷。这初衷，对外人是小，对母亲是大；对外人是可有可无，可对母亲来讲，却是取暖的炭火。
为了秦国的社稷，面对大秦的社稷，母亲仍然是个女人。即便母亲与那个戎狄论过婚嫁，天下人妻无数，可大秦只有您一个太后。孩儿是怕，倘若有一日为了秦国，母后不得不做取舍。不会，不会有那一日的。太后，义渠君来了。义渠君口干舌燥的，你们去给他温一壶酒吧。是。你午后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找不到。我带继儿去了会院。你躲我？你为何要对他说那番话？有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够了，何必故意去激他？对他说了又如何？他是秦王，得敢做敢当。哼，他不认我这个父亲倒也罢了，他竟然说他是因为继承祖业才做了这个秦王。这大秦天下与我这夷狄之辈根本无关。你们两人针锋相对，明明是一家人，却要搞得剑拔弩张，何必呢？他眼中早就没有你我了。他当上了秦王，他以为他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颐指气使。好啊，既然他长大了，娶妻生子了，你我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我们跟他分账吧。什么分账？分开过。按照草原的规矩，孩子长大了就要分给他牛马财物跟人手，让他出去另立一个营帐。你我也不让他吃亏。嬴稷登基的时候，秦国有多少土地，就给他多少土地。你的意思是，从楚国，还有自韩赵魏等国取得的100余座城池，都不给继儿？那些城池都是你我及兄弟们打下来的，与这小儿何干？不可以分账。为什么不可以？义渠君，这么多年，我们既是家人，又是君臣。论君臣，我和继儿，因为有你等臣子帮衬，才能共治天下，才有了今日大秦的强盛。论家人，我们如十指攥在一起，才能松萝共倚，同舟共济。若照你这么分账，就会变得不堪一击。这么多年，你和继儿虽有龃龉，但总算是相安无事，怎么能说分就分，说拆就拆了呢？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总巴望着至亲骨肉都能聚在一块儿。月儿，你我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说你想怎样就怎样，我说过你吗？我管过你吗？可眼下不是我要分了这情分，是你儿子嬴稷先动了手，他容不下我，有一日他也会容不下福儿。在他的眼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你先让一步，我也会劝继儿让步。哎，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你也别太执拗了，就当是看在我的份上。恐怕这件事情你已经管不了了。你让我试试。好。
好吗？那你就告诉他，马上放了我的人。义渠人在秦国以养庸成患，铲除他们，是早晚要做的事。处理子过世之前，对此事也曾有过嘱托。不过，依老臣看，天地相应者，方能成事。眼下便是天时、地利、人和之局。何谓天时？何谓地利？何谓人和？当日诸公子之乱，诸国陈兵函谷关外，大秦危在旦夕。若太后不安抚住义渠人，则西北跟着大乱。所以必须对义渠人诸般忍让。如今我大秦如日中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忍让义渠人了。此乃天时也。本来义渠人是猛虎，若在草原天高地阔，我们亦由他去了。但如今他们却执意要留在咸阳，并打算鸠占鹊巢，如此虎落平原，就由不得他了。此乃地利也。太后执政以来，坚持推行先惠文王的商君之法，可义渠人屡犯法令，败坏纲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侧目。此时我们拿义渠人开刀，是人心所向，既符合太后推行商君之法的初衷，又可以让各郡县借此整肃风气，取得地方上的拥戴，此乃人和也。雍大人言之有理，只是义渠君于大秦有功，于太后有情，我等不好贸然先动手。但眼下的情形，他们会比我们着急，倒不如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好，那就照雍大人和国相的主意去办。这是我和仙儿、慧儿他们给你做的冬衣，你拿回去试试，看看是否合适。谢太后恩宠。好啦，这里又没有外人，叫我姐姐即可。姐姐，小冉能有今日，都是因为姐姐爱顾庇护。姐姐一个人势单力孤的，能做什么？还不是我们彼此扶持照应，才有了今日。所以姐姐心里最怕的是自己人与自己人过不去，骨肉自相残杀。大王虽然因为义渠君与太后心生嫌隙，但大王绝不会仅因个人好恶判定是非，一叶障目，而罔顾大秦的社稷天下。那就好。我们都亲眼目睹了那场诸公子之乱，姐姐有生之年，绝对不想让大秦再遭受这样的祸事。列国争雄，不进则退，如若在内部分裂，那才是心痛仇快。和江山社稷比起来，义渠人的事只是小事一桩，各自忍让一步，就可尽如人意。是。天色不早了，小冉先告辞了。好，义渠君。慧儿，你去看看今日膳房准备了什么晚膳，有没有义渠君爱吃的炖羊肉？是。你这是做什么？魏冉又没有冒犯你。怎么没冒犯？虎威都被抓了3天了，为何还不放人？我已传旨，让廷尉府暂缓问罪。但虎威杀人证据确凿，总不能不问不审就放了吧？既然答应放人，还审什么？是不是你们还想再拖延点时间，找个借口杀了他？你可知这是为难之事？按照大秦律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日继儿的父王犯法，商君因为他是太子，难以责罚，就割了太子父的鼻子。如今虎威杀人，我若轻而易举放过，那世人便会以为秦国执法因人而异，那这法度
哪里还能让人信服？哪里还能威慑众人？怎么，你还想割了我的鼻子？你这是蛮横无理。既然真的有人犯法，那就要有所处罚，不然会乱了人心。哼，那是你们大秦的法，管不到我们义渠人。义渠人也是大秦的百姓。哼，我们义渠人高兴做大秦的百姓就做，不高兴了就不做。义渠君，这边请。义渠君，就是这件。把门打开。这……打开。是。打开。是。请。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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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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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在这儿度日如年呐，你怎么今日才来接我们出去啊？大王，你看到没？他们把我们当牛马般锁着，他们就没把我们义渠人当人看，关在这里头没酒没肉的。大王，快带我们走吧！本王知道，兄弟们在这儿受苦了。太后说了，很快就会把你们放了。只是眼下怎的？眼下兄弟们还要在这儿再熬几日。再熬几日。好，嘿，既然我等给大王惹了麻烦，那就听大王的，再住几日。啊，住几日。住几日，为了大王，我们再忍忍。住几日，不就受点委屈吗？住几日，住几日，住几日，住几日。你给我进来！义渠君有何吩咐？把我兄弟们身上的链子立刻摘下来。这，按照大秦刑法，他们犯的可是重罪，万万不可。少说废话！我让你卸了！本官无权擅自做主，这必须得请示了蒙敖将军，方可行事。你信不信？义渠君，这个虎威将军犯的可是死罪，朝廷若是追责起来，本官实在难以担当。大秦朝廷管不到我们义渠人。对，义渠君，你吃的也是大秦朝廷的俸禄啊！那从今日开始，这俸禄本王不吃了。你竟敢杀廷尉！义渠君，你要谋反！别杀我！你也不想活了吧？小的照您的话去做便是了。看。大王，解开！眼下我们该如何？走，往回大营。走。太后，昨日若非白起将军带人及时赶到，两方早已火并。眼下，王军已将义渠大营团团围住，如不妥善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太后，义渠人在咸阳如此胡作非为，已经触及秦法根基。若太后再念及义渠人的功劳，不忍责罚，使得纲纪废弛，只怕秦国没有来日了。义渠君刺伤廷尉劫狱固然犯法，但臣以为此事不可就事论事。处置义渠君将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谨慎小心。
此事看似突然，实则必然。义渠人尾大不掉，这样的事情迟早发生。太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雍大人所言甚是，但微臣担心的是，如今列国争雄，我大秦内部理应齐心协力，万不能自我瓦解，发生内讧。好了，此事我心里有数。可眼下就在咸阳郊外，秦军和义渠军剑拔弩张，该如何解局？以微臣看，以3日为限，要义渠人交出虎威。若他们识时务肯交出来，而后再议其他。也只好如此了。白将军，此事由你去办，你是两军之中最合适的人选。臣遵旨。想让我交出虎威，想都别想！大王，你应该知道太后对义渠人的爱顾。虎威这个案子本来还有转圜的机会，可是大王一时兴起，伤人劫狱，反而让彼此进退失据。哼！大王若能在3日之内交出虎威，也许还好重新商议。人是我伤的，玉是我劫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让他们来找我。大王，太后让我告诉你，这已经不是你和太后2人之事，是义渠人和秦人是否还能和睦相处之大事。大王可以去外面看看，上万的人马已经围困了义渠的营帐。大王，你这是要用义渠人和秦人的性命作为赌注吗？义渠人宁可自己死，也不卖兄弟。我是绝对不会把虎威交给你们的。如果你们想打，别啰嗦。你这不是只顾虎威一己之身，却陷义渠于谋反之罪吗？反就反了，我怕过谁呀？大王，大王，虎威再敬你一碗，谢你带兄弟们生死手足。虎爷，哎，这些年，兄弟们跟我鞍前马后，始终不二，是我对你们照顾的不够。哎，大王，你把命都给兄弟们了，还要如何？哎，我的命本来就是兄弟们给的。哎，你还记得那年吗？我义渠国与东湖开战，我义渠勇士遭了埋伏。数万人战死在沙丘之中，是你，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靠着喝狼血吃马肉，几10天才回到义渠老营啊！啊！但是大王你命大，我们义渠人的命是什么？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能跟兄弟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知足了。来，眼下虎威给大王和义渠人招致了麻烦，导致秦人对咱们不依不饶的。既然都是虎威的错，那就请大王不必再为虎威担干系了。屁话！你惹了麻烦，我也惹了麻烦，这叫锅底不嫌灶黑。你我是龙头跟缰绳，谁都离不开谁。再多说都是屁话。哎，可是秦人兵马把咱们义渠大营围的是密不透风啊！让他们围吧，我们在这儿喝酒吃肉，怕什么？有朝一日，兄弟们待烦了，就带你们杀出去。天高云阔，去哪儿不都得由着咱们？
对，但是那太后，她是我的女人，她会跟着我走。那个女人身子跟着大王，心却跟着秦人。我跟她有过誓言，她不会对义渠人怎么样的。大王，你还记得吗？老吴至死都不肯让大王跟那个太后成婚。看是虎威也不明白，他为何说若是大王娶了那个女人，义渠将要大祸临头了。如今看来，老吴的话灵验了。大王，大王，既然你我是兄弟，我就不应该成为你的累赘，成为义渠人的累赘。将军，今日3日限期已到，义渠那边若根本不予理睬太后的旨意，我等该如何是好？先礼后兵，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将军，有人出来了。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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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将军，将军，护卫将军，将军，闪开！护卫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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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将军，不能去啊！将军，你不能去啊！将军，走！将军，将军，回去！走，准备迎战！秦国小儿，为我义渠大营多日，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拿你虎威爷爷吗？今日爷爷在此，来拿吧！将军会不会有诈？拿下！是。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拿你虎威爷爷吗？也不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大王，虎威先走一步了。将军！将军！将军！虎威自刎，出乎意料。虎威死了，
倒也解了一个难题。明日可通告天下，就说虎威受秦法感召，幡然悔悟，以死谢罪。我们也可将蒙敖将军的兵马撤回来，免得进退两难。可是虎威和义渠君关系迥殊，我只怕他那里，难办。升天在上，兄弟，我知道你是为我而死的。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为我白死。我的兄弟，敖将军的人马已经在日落前撤走了。他们趁虚如愿了，害死我的好兄弟。大王，只怕胡威不顾一己之身，也是为了成全大王和义渠啊。胡威忠心，他一心只为了我着想，从此我活着便欠他一条命。事已至此，大王放手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不是他们苦苦相逼，胡威不会死。大王，我愿禀报太后，大王愿意带着部下回到草原。大王是草原上高飞的雄鹰，太后是盘踞在咸阳宫中的凤凰。你离不开草原，他也离不开咸阳。大王，既然大王已经统一了草原，义渠人已经有了远胜于过去的富饶的土地和坚固的城池，咸阳不值得再留恋了。义渠人该回家了。不，这里就是我的家，这里的一切都有我义渠人的一份儿，我为什么要回去？啊！大王是因为舍不得太后，她是我的女人。假若大王和太后已经走到了尽头，留在咸阳只是对两个人的戕害。
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已经是我们义渠人的异类。听好了，我与芈月是一家人，我们有孩子，整个江山是我们2个人的，谁也别想把我赶出咸阳。那秦王呢？你可替他想过吗？他既然不想与我是一家，那就散了，我不亏欠他。大王错了，我错了吗？大王错想了太后，错想了义渠在大秦的分量。我与芈月是夫妻，是否对错，用不着你告诉我。大王知晓的是太后，她是大王的妻子；大王不知晓的也是太后，她是大秦的太后。大王，不要再逼太后2者中选其一了，那是会逼死人的。太后，义渠君来了。义渠君，坐。义渠君，太后赐座了。本王不想坐。义渠早已归顺大秦，义渠君不可在太后面前再称王。你个阉人，本王面前也有你开口的份儿。木心是秦宫的大监，治宫整饬是他的分内之职，这是宣誓殿，不是交房殿。义渠君，还是遵守礼法，好自为之吧。那你就让他出去。木心，在，这里不用你了，你出去候着吧。是。悔死了！你们还让他背上一个以死谢罪的名声，你们秦人好毒！虎卫触犯秦法，当街杀人，说他幡然悔悟，以死谢罪，比不知悔改、畏罪自尽不好吗？我已经让朝廷送去了钱粮，派人去后续他的家人，该是给足了他面子。面子？人都死了，还要什么面子啊？是他自己寻的短见。论杀人罪，他也是该死的，谁能害他？好，你是太后，你说话句句偏袒秦人，你心里哪还有我们义渠人？无论义渠还是秦人，说的都是个公语。义渠君，义气用事害人害己，伤人劫狱之事，朝廷还没有追究呢。本王不怕追究。你在追究本王之前，先把那2个龌龊的小人给本王抓起来。谁？蒙敖，还有雍瑞。为何抓他们？他们2个是害我虎卫兄弟自尽的罪魁祸首。雍瑞策划3日的期限，蒙敖带兵围困我义渠大营，我要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我的兄弟。何必那么多周折？是我准许的3日期限，是我要蒙敖领兵包围义渠大营的，你来取我的人头吧。你别逼我！义渠君，你该迷途知返了。义渠君，在这大殿上，你一直叫我义渠君，在你的心里，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男人。
你从来没打算让我染指江山社稷。你我是宣誓殿外的夫妻，宣誓殿内的君臣，江山社稷，自然不可任人随意染指。胡伟说的没错，你这个女人，身子跟了我，心却跟着秦人。我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好，你若无心，我不强求。我与你之间各归各路吧。义渠君，你想怎样？你是我的女人，我不会对你怎样。但这大秦天下，是我帮你打下来的。我既然可以帮你打天下，我也能毁了这个天下。袍子缝制好了，等哪日义渠君来了，再给他吧。收起来吧，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母后，太后，先生今日夸奖公子福了。夸奖福儿什么？先生夸福儿明勉虔诚。福儿是如何对答的？福儿对先生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福儿答得好。可是，香儿姑姑说，王兄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比我更能干。父王常让他看策论，还让他到司王馆去听策士们辩论。若是你们的父王还在，也会让你看策论的。可我从没见过父王。母亲是在梦中与父王相会，才有了我。那，福儿，你想见父亲吗？想啊，下次福儿做梦，让父王看看我好不好？过2日，福儿就10岁了。真快啊！我的福儿都快10岁了。太后，有事吗？义渠君派人传来口信，说后日就是公子福的生辰，义渠君有几匹好马要送给公子，并请太后带上小公子去骑马。母后，我要跟你去骑马。母后，我们去骑马吧。母后，我要去骑马。母后，你就让我去吧，我要去骑马。母后，你就让我去吧。好。来，上马。小心啊！哎，好嘞。福儿，抓紧缰绳。记住了啊，这马可是很聪明的，专欺负怕它的人。如果掉下来，千万不可以哭啊，要不然他会看不起你的。知道了。去吧。这，快点，这，快点走，这，别扶我，这。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开始曾不想来的，可你还是来了。福儿10岁了，我想让他见见亲生父亲。坐吧，咱俩喝一杯。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你穿着一件大红披风，一路自乱军中冲出，我想拦你，你却用石子打了我好几下。当时我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刁蛮凶悍的女人呢？哼哼。当日我想着，你们杀了黄歇，我也不活了。没想到，我还是活了下来。那时你为了黄歇，一心要杀我。可是到如今，你还没杀掉我。我不仅没有杀了你，还做了你的女人。长生天在上，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可我想自己做主。我真想叫时光倒流。我想让你我仍像从前一样，心无芥蒂，和好如初。野马君，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我和你跟福儿是一家，但与那嬴稷不是。福儿是我的孩儿，继儿也是，你能叫我如何？你太贪心了，明明不可兼得，却样样都想有，永不知足。世上母亲对自己孩儿全都一样，十指连心，不分彼此。夫君就能分出彼此不同是吗？我不如那嬴稷的父亲。这不是你的真心话。那你就带上福儿跟我一起走。从今往后，他姓翟，不姓嬴。你知道，这不可能。大王说了，看他手势，只要他把酒碗往地上一扔，咱们就冲下去。记住了，掳走太后和公子，其他人一律格杀勿论。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别慌，太后有令，义渠人不动，我们就不动。是。我不想逼你，但这件事情必须得有个了断。如何了断？既然你不想放弃嬴稷，那就放弃咸阳吧。我不明白。咸阳以东给你儿子，咸阳以西由我立国。我义渠人也不占你秦人的便宜。大散关以西由我掌管，大散关以东到咸阳，留给福儿，如何？我用了这么多年，将一个四分五裂的秦国聚拢在一起，以此为凭借，东晋魏汉，南下楚国，西出巴蜀，使秦国成为诸侯中最强之势，甚至有可能取代周王室一统江山。如今，你却要将它分割成3块。你说的这些跟我没关系，我义渠人做事凭的是刀剑和马匹，上对得起长生天，下对得起自己跟部族的父老兄弟。义渠君将统一的秦国变得四分五裂，这办不到。办不到？办不到。真的办不到？那我们就接着喝酒。大王举杯了，准备。剑圣贤，刀出鞘，准备。
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但凡我能做到的。大秦的江山是秦人和义渠人一同打下的，我就不信秦人和义渠人愿意看到自己用性命换来的江山再次被无端分割。我不信福儿愿意和兄长反目成仇，更不信长生天愿意看到骨肉相残。再等等，让我把酒杯放下吧。父亲和孩儿的份上，你再回去好好思量一下，你我之间万事皆可商谈。这是我给你做的一件锦袍，这些日子你一直没有进宫，所以今日我给你带出来了。好了，今日就算你我商谈过了。既然你说你心里有我，那就回去跟嬴稷说清楚。5日后，我会带人进宫。到时候，若宣誓殿的大门是敞开的，就以这张羊皮地图为凭，从此两下相安无事。若殿门是关的，只能不念旧情，带人杀进去。到时刀剑无眼，杀无赦。太后，义渠人已丧心病狂，我等不得不有所防备啊。尽管太后一直期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但如今不提防是不行了。微臣愿调动大军，重新包围义渠大营。只要他们敢轻举妄动，即刻将他们全部歼灭。不可！这些年来，秦人和义渠人共同浴血，宛如兄弟。义渠将士在咸阳附近就有上万，在西北还有数十万。如果王军和义渠将士兵戈相见，只怕会引起大秦境内无休止的内战。太后是希望尽可能不大动干戈，而平息事态。正是。白将军，白起自幼在义渠部落长大，知道这些年，义渠将士们已经有不少人把家从草原迁到了咸阳。也有不少人与秦人通婚，在咸阳娶妻生子。他们早已经把咸阳当成了自己的家园，即便跟随义渠军与朝廷对抗，也绝非本意。微臣这几日会尽力的与他们联络，说服他们，一旦真的要离人出鞘，也绝不把秦人当成敌手。
就是第5日。我当日若不把他拖到咸阳来，搅进这些他无法理解的纷争当中，此刻他还在草原上行猎、纵马、放牧。他是匹野马驹子，天生属于那边的日月星辰，不属于这里的楼阁亭台。母后，不必说了，都这个时候了，说什么都没用了。走，回去，你呢？我的，拿好了啊！好，大王，太阳快落山了，明日夺宫的兵马已经备齐了。好，告诉兄弟们，酒肉酣畅，好生歇息。是。好了啊！大王，明日会有一场恶战。不会的，我与他之间不需要。大王，还是有备无患的好。他曾经说过，终究要取我性命，可是他做不到。换一把，还轻了。母后，福儿，怎么还不睡？母后，福儿昨日在梦中见到父王了。父王对福儿说，以后从马上摔下来不要哭，要做个大丈夫。母亲记得前几日在城外骑马，义渠君也是这么对你说的。不是义渠君说的，是父王说的。母后告诉父王，再来看福儿好吗？好。福儿睡了。福儿快睡。也许过了明日，福儿就只有在梦里见到他父亲了。
兵不靠武德，义渠人靠的是心情、勇猛，因为他们守护的是自己的丈夫、养犬和妻儿。义渠的兄弟们，这里就是你们10几年前和秦军一起攻占下来的咸阳城，也是你们日日夜夜守卫的宣誓殿。这是你们自己的山河，自己的家园。是什么让你们大开杀戒，兵戎相见？放下手里的武器吧。白起啊，你原来不过就是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狼孩，如今你也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了。黑九，你老娘的病好些了吗？我记得他上次重病，还是宫里给他派去的御医。长吉，你娶的可是秦人的姑娘。我记得前不久他刚为你生下一对双胞胎的儿子。陆喜，你前几日不是还让我到城里给你托人提亲吗？吴三，收复东湖的时候，你曾与我秦军的副将一起结拜为兄弟，那些出生入死的话都是一句空话吗？白杨将军，上次伐齐攻打临淄的时候，你身负了重伤，是秦军的将士把你从刀林剑雨中抢了出来，还了你性命，还用你胡大？你还记得咸阳城中的干娘吗？她常常为你缝补浆洗衣裳，给你酿酒炖肉吃，她可是秦人呐！我杀了你们！给我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白起，你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狼崽子。大王，放手吧，眼下放手还来得及。秦人和义渠人没有半点的仇恨，仇不仇恨先放一边。你不是秦国的常胜将军吗？还没与我交过手的，来吧！大王与白起有恩，白起不能与大王交手。动手！动手啊！大王，放手吧。给我闪开！
闪开！你们都给我闪开！义渠君，见了太后，还不跪拜？本王跪天，跪地，不跪女人。你举兵谋反，大逆不道，赶紧投降，束手就擒。本王只知如何死，不知如何降。芈月说过要取我性命，来拿吧！大胆狂徒！
爹妈，你为什么要应酬？为什么不肯退让？为什么？因为我是一群人。为什么？为什么要我来拿你的性命？明儿，你说过你要取我性命。我的爸。犯上作乱，藐视秦法，罪不可赦。但最终幡然悔悟，以死谢罪。大王念其功勋，宽恕义渠君之罪，下旨以君王葬，后续其部族家人。大王仁义厚德，我等心悦诚服。大王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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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大王万岁！义渠王死后，大秦完成了对义渠的兼并，不但得到了无尽良马骑兵，而且从此东晋出征再无后顾之忧。大王，母后怎么样？太后把自己锁在里面，叫他也不肯应声。大王，已经一日一宿了，太后水米未进。这可如何是好？各位大人，还是请回吧。自太后回到交房殿后，闭门不纳外人，就连小的跟香儿、慧儿都进不去了。
公子，祖母在哪里？太后，公子夫和公子柱来给您请安了。太后祖母，柱儿给你请安了。母后，福儿给您请安了。太后明白你们的心意了，两位公子请回吧。公子夫，你年长。母后，父母之所爱，宜爱之；父母之所敬，宜敬之。母亲有所忧戚，福儿忧戚，福儿不可起来。等祖母太后开了门，柱儿便会起来。太后，香儿给您跪下了。就算太后不心疼自己，也心疼一下两位公子吧。太后，慧儿也给您跪下了，求您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别再委屈自己了。太后，小的母亲给您跪下了，已经是第3日了，您就开门，喝一口汤水吧。为太后问诊，怎么到此刻还没有消息？太后这次病得很重，只怕太医令也很棘手。唉，她不能学普通夫人那样痛哭长嚎，就只能折磨自己的心神了。母后，继儿为何伤心？继儿，对不起母后，让母后伤心了。母亲是伤心，但母亲伤心是早晚的事情，与继儿无干。儿臣愿意为您做任何的事情。
儿臣是宁愿死，也不愿意为劳了母后，让母后伤心。可儿臣不仅是母亲的儿子，更是嬴氏的子孙。嬴氏宗庙列祖列宗在上，大秦千万臣民在下。我如果不是一国之君的话，儿臣一定可以顺从母后的心思。妻儿说的对，若母亲不是这个太后，便可既不委屈他人，也不委屈自己。母后，这些日子，儿臣常常想起我们在燕国时的情景。燕国，对，那个时候虽然艰苦无比，常常想早日逃离困境，可如今想起来，也就是在那时，母亲与孩儿最为亲近无间，同甘共苦，那也是儿臣一生中与母亲最为贴心的日子。大王，荣舅舅、冉舅舅，二位舅舅，可听说过那和氏璧？大王怎么会想起那和氏璧来了？臣听说赵国新君花重金把它买了下来。是啊，知道他在哪儿就好办了。寡人想把他请到秦国来。大王是想用他讨太后的欢心？这半年多来，母后内心郁结，病痛不断。寡人想，若是能把这宝玉请到秦国来，或许可以博母后一笑。大王若为了和氏璧讨伐赵国，理由不够充分，这样会被列国所诟病的。不，寡人打算和和气气的与他们商量。如何商量？寡人马上就派人去跟赵王说，我打算把这个和氏璧献于母后，请他们把和氏璧送到咸阳来。秦国愿以15座城交换。15城？对，15城。二位舅舅意下如何呀？大王，你想要尽孝心是好事，可是那赵国会不会把和氏璧送来，很难说呀。15座城池，他还会嫌少吗？秦强赵弱，何况大王愿以15城交换和氏璧，可见心诚。若赵国真的拒绝了，倒着实给了我们一个伐赵的好借口。冉舅舅言之有理。赵国使臣蔺相如送和氏璧入秦宫。太后听说了吗？赵国使臣已将和氏璧送入秦宫了。大王定是费了不少周折，才把宝玉请到了咸阳。大王孝顺，为博太后欢心，答应用15城与赵国交换宝玉。15城？是15城啊！那是多少将士的性命？是大秦几代君王的心血。不行，此事太荒唐。大王让人通报说，等到和氏璧送到宣示殿，就立刻呈于太后。去告诉大王，此玉过于金贵，我承受不起，不必送来了。是。太后得知
大王要用15座城池换那和氏璧而发了脾气？我做此事，本意就是想让母后高兴，可这岂不是事与愿违，弄巧成拙了吗？大王不必心烦，此事好办。既然那和氏璧已经到了秦宫，还怕它生出翅膀吗？雍大人的意思是？大王治人治孝，既然赵国使臣已将和氏璧送到了我秦宫，片刻后，大王便可着人将它呈给太后。至于那15个城池，不给赵国也罢。雍大人此言有理，大王的初衷是要用那宝玉博太后一笑。不错，大王的目的即将达成，又何必再破费那15座城池呢？可那赵国使臣怎肯答应？不必理睬那赵国使臣，大王只管禀报太后，就说赵国有心与我秦国交好，那宝玉是赵王无偿孝敬太后的一点心意。那就照雍大人和国相的话去做吧。太后，这是真的吗？是真的。适才雍大人还生怕是假的，让人细细的检查过，看有无机关。张子曾被真假和氏璧所害，他求先惠文王准许，若有一日得到真的和氏璧，让先惠文王赐给他，他要将此玉砸碎。幸好张子不在了，这么好的宝贝，砸了多可惜呀！若有人要砸了这和氏璧，蔺相如还不与他以死相拼？这蔺相如是何人？宦官令妙贤的一个门客。这等贵重宝物，这赵国怎会随意差遣一普通门客出使？太后不可小觑了这蔺相如，他这个门客大有来头，在赵国被奉为圣贤。哦，宦官令妙贤曾在赵国犯下大罪，思忖自己与燕王有些交情，打算逃奔燕国。蔺相如阻拦他说：“万万不可！据于赵强燕弱，你受赵王恩宠，燕王自然一直与你交好。但如今你负罪逃往燕国，燕王忌惮赵王，不仅不会留你，还会用囚车将你送回赵国。”那后来呢？苗贤照着蔺相如的主意，袒胸露臂，当着赵王的面，在刀斧之下引颈求死。赵王不由得恻隐，果然就赦免了他的罪。这蔺相如果然颇有谋略。那他有何权利答应将和氏璧白白送到秦国呢？宝玉已经进了咸阳宫，答不答应由不得他。祖母太后，珠儿过来。珠儿，是祖母啊，还是太后啊？是珠儿的祖母，也是珠儿的太后。这是什么？珠儿看看，这是什么？是块石头。是块好看的石头。珠儿不得鲁莽。你们看看，众人心中的千古奇宝，在孩子眼里不过是块好看的石头罢了。这和氏璧周正晶莹，如有一日用来制成天子玉玺，倒是合适的很。太后，前头大王派人过来，要把玉璧拿回去。为什么？赵国使臣说，玉璧上有瑕疵，要指点给大王看。怎么会呢？或许是有道理，
记得太后当年发现那块假和氏璧，就是因为它过于白玉无瑕。夏儿说的对，所以啊，大王让小的拿回玉璧，让那个赵国使臣指给他看瑕疵到底在哪儿。慧儿，把那和氏璧给木心拿去吧。是。待大王看完了，小的呀再给太后拿回来。不必了。太后，我已经领略了和氏璧的真面目，拿得回拿不回都无妨。是。木心，小的在。你在前面把眼睛放亮点。这几日为了和氏璧，说不定大王要辛苦一阵。你若听说大王要杀那蔺相如，就想办法挡上一挡，速来报我。是。请令公子指点这和氏璧的瑕疵。大王，众所周知，秦强赵弱。当初听闻大王想以15诚意换得宝玉，赵国上下皆以大王的诚意，唯赵王坚信秦国乃诸国之首，必为独守信用之典范，而大王更绝非食言而肥之人。因此，赵王沐浴斋戒，设9宾之仪典，这才将宝玉与国书交付于微臣。今臣面呈宝玉于大王，大王对我只字不提15诚之事，而把宝玉置于后宫任人把玩，臣不得不担忧，秦国是想以15诚之空名来骗取和氏璧。令公子，你此言荒唐。15诚何在？15座诚意的交割，并非一朝一日之事。令公子，你何必心急呢？蔺相如受命于赵王，不见城池，不可将宝玉交出。你是说寡人会骗你？大王，你若再上前一步，强行夺取宝玉，外臣只好玉碎诸臣，同宝玉同归于尽。好，好，寡人即刻就将15座城池指给你看。你看这儿，就是这儿，上郡的15座城池。即便如此，大王若真对着宝玉有所诚意，更应礼仪相待。怎样才叫礼仪相待？沐浴更衣，斋戒5日，重新迎宝玉进宫。好，寡人就依你说的办。还赵国使臣蔺相如觐见。这是什么意思？和氏璧何在？大王，赵国遵守约定，先送和氏璧入秦，但大王毫无诚意，因此臣5日前悄悄令人持和氏璧离开咸阳，今日应当已到了赵国。大王，
秦强赵弱。大王若真想以15城换取和氏璧，那就请先交出15城，赵国断不敢毁约。臣自知欺君之罪当诛，臣自请就祸鼎烹煮，以解大王心头之恨。蔺相如，你当真以为寡人不敢杀你是吗？来人，去霍鼎圣殿，诛了这个大胆狂徒！蔺相如，你算计了寡人，也算计了你自己的性命。臣好久未曾热汤沐浴了，谢秦王恩赐沐浴。好，寡人成全你，伺候蔺公子沐浴。太后到！等等，母后，儿臣惭愧，惊动了母后。听说今日宣誓殿热闹得很，所以过来看看。外臣蔺相如拜见秦国太后。相貌堂堂，正气凛然，真国士也。看到了你，我就像看到了当日的张仪。张子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喜。臣怎敢与张子相比？大王，今日纵然杀了蔺公子，也不能夺回和氏璧，反而令秦赵失和。此人有勇有谋，人才难得。我想请大王赦免于他。既是母后的吩咐，寡人自当遵命。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还能见到如此人才，实在是不胜欣喜。秦国求贤若渴，蔺公子这样的人才，如若留在秦国，定会受到大王的重用。太后，臣亦粗陋之人，能得太后国士之誉，实是三生有幸。只是赵王提拔相如于韩魏之时，臣不敢有负赵王。臣奉赵王之命出使秦国，当全始全终。还请太后、大王赦我回赵国，当不胜感激。可惜啊，可惜！大王，你要好生礼遇蔺公子，务必要令天下之士知道我秦国求才之心。是，儿臣遵旨。母后，那赵国使臣今日启程了。是。大王衣冠礼乐，优渥款待蔺相如，赵国这次很有面子。儿臣在猜测，那和氏璧或许还是假的。哦，为什么？母后是我朝唯一能判定和氏璧真假之人。寡人曾以为，即便是用15座城池能换得和氏璧，他若能博得母后片刻的欢心，那也是值得的。可和氏璧到手之后，母后对他似乎根本就不在意。
在母后眼里，那和氏璧早已是我大秦囊中之物，只不过在赵国手中多放几年罢了，何必在意？儿臣知道，在母后的心里，只有江山社稷。但儿臣还想知道，在母后的心中，除了江山社稷之外，可还有其他的东西？自然有。母后孤苦飘零，无援无助之时，想要的是一碗热汤，一间遮风避雨的小屋，和一双能与我互相扶持的手，绝不是一块和氏璧。财宝皆身外之物，能慰藉母后的，都与财宝无干。母后，太后，母后，姐姐。你们来了。蜀中魏郡守李冰报功，说他修建的都江堰，使得这几年蜀中成了粮仓。这几年征战频频，军粮有很大一部分出自蜀中。李冰修成都江堰，功在千秋。还有一事，母后可能已经听说了：白起讨伐楚国，摧枯拉朽，攻占了郢都。这几日已经兵至境陵了。臣弟得到确切的消息，当我秦军攻占下楚国郢都之后，屈子深感无力回天，决意以死明志，怀石头汨罗江，自尽了。屈子，他去了。这是屈子辞世前写下的哀影辞赋，臣弟托人抄录，从楚国带回。如今楚国迁都陈城，楚王决定重振朝纲，拜黄歇为令尹，大小诸事均由黄歇主持，赐淮北地12县，封为春申君。皇天之不纯命兮，和百姓之贞谦。民离散而相视兮，方仲春而动迁。取故乡而救远兮，尊江夏以流亡。楚国灭亡，乃是注定。姐姐不必为此事挂心。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辈，不知其几千里也。你说的就是他们。是太后，这些孩子人品相貌都是一等一的，是雍大人专门为公子柱精心挑选来的陪读。难为雍大人了。拜见太后。起来吧。谢太后。过来。拜见太后。把头抬起来。
叫魏丑夫。长得这么俊俏，怎么会叫丑夫？是因丑年生人，故名丑夫。原来如此。把这孩子留在交房店，为我读书吧。是。雍大人送去的那些人如何？禀报大王，太后把魏丑夫留在交锋殿陪读了。那日雍大人把魏丑夫送进宫来，寡人一见，吓了一跳，简直就是当年的黄歇脱身转世啊！可不是嘛，这老奴见了呀，这心里也是砰砰的，想着世间还竟有这般缘分。如此，寡人的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呀。太后是百年不遇的慈母，大王是千古少见的孝子啊！哀哀父母，生我娶老，母后一生艰辛，寡人为她做什么都不为过，更何况雍大人想在了寡人的前头。这是春申君从楚国托人带来的书信，你念念。惠书奉羲，情意拳拳。记得当年离开咸阳，与太后曾有礼法之争。如今楚国为相，日日图强变革，反省当日言辞，才知有不妥之处。天命有归，循礼者亡，变法者强。为政者应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理。尽监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法令必行。内不思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兼息。楚国的桃子又熟了，百相见，是累，只是桃林已久，不见家人回边。望太后善自理，知所盼望。太后，昨日大王新送来一般乐语，你们听过，觉得好吗？大王一片孝心，自然是好的。子歇，你说呢？太后叫错微臣的名字了，微臣不是子歇，微臣是魏丑夫。我心里当然明白，你不是子歇。丑夫，这些乐女演奏的楚乐如何？楚乐乃太后家乡之乐，是集天地日月之精华，可谓金玉交辉，天籁之美。是啊，更色兮交鼓，箫中兮瑶剧，那是真正的楚乐。可惜南居北止，到了这儿，貌似无益。
其位却变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照猫画虎，就算有其形，也难有其魂。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显得比寡人都要老了？大王春秋盛年，可我却不知不觉地老了许多。你一定是受苦了，头发都熬白了。大王，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何丢下臣妾一个人？寡人一直在那边等你。在哪里？你知道的，那边。在哪里？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太后，你怎么了？太后，你醒醒！太后，你醒醒！大王，大王在哪里？大王在宣示殿呢。太后若有急事，奴婢使人去请大王来。不必了，我刚才在梦里梦到大王。难怪呢，太后做梦了。扶我起来。香儿、慧儿，你们跟了我几十年了。你们说，若有一日我先走了，或者你们先走了，我们到那边还会再相见吗？香儿以为会的吧。慧儿和香儿还打算到那边接着伺候太后呢。那就是说，人死后还有知觉，还能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定是这样，不然为何历代君王都带那么多生前欢喜的东西下葬，还要让很多奴婢之友和歌舞之友跟过去服侍他们呢？这么一想，我就放心了。生前楚国是回不去了，可到了那边，说不定还有机会再回去看看。楚国很远呢。不怕，我们带上吃的、穿的、用的，还有车马，还有要带些服饰俑过去服侍，还得有兵马护卫才行。好像没有听说过兵马为俑。哎，太后回乡，没有兵马守护不行的。慧儿说的有道理。既然要有奴婢服侍、舞乐欣赏，那怎么能够没有兵马护卫呢？是啊，可是为何以前没有人带兵马随行呢？
以前没有，可如今有了，不就行了？义渠君，今日是你的忌日，我来看你。前些年，我把你的坟迁移到这骊山脚下，并将这座山改名为骊山，是你宅篱的篱。我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我在这山脚下行修灵境，从我开始，秦国的历代君王都将葬在这骊山之下。100年之后，我跟你会很久很久。这是楚人，红绿战袍，楚人风情。这个楚兵出自谁手？回太后，是他做的。太后，五官容貌倒是栩栩如生，只是魏公子看看，这个永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望太后明示。你做的楚兵，却是秦兵的发饰。秦兵的发髻都是在正中的，但这楚兵发髻都是偏的。是，还不快谢太后赐教！谢太后赐教。18年，13岁的秦王嬴政登基。在他继位后的第26年，秦国统一整个中国，秦王嬴政称帝，史称秦始皇。